后来抢这个3倍券的生意，南投县的饭店甲度假村拢推出着大优待。 卡店一个拓开，随使看到山景，房间内面有真舒适的面床甲典雅装潢，以及5000级饭店的服务。这带一暝原价是12100块，要过用振兴3倍券甲安心的旅游补助，只要4600块，够有早暗顿。他最近从4星升到5星，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。但是也是价格落差最大的。对，也是。物超所值。 南投这间5000级的饭店抢攻3倍券的商机，介绍一个公开注文电话才袂算。开始接受预约。另外，中价位的日月潭活动中心嘛要抢人客，无论是住伫茶厝啊，还是旅馆的房间，用3倍券过旅游补助，一间房间会使省2000块。每个人平均625元，还再加送船票。 国姓乡这间度假村嘛加入建宫双人套房，有温泉、3温暖，住一暝附早顿，一个人只要350块。全国19岁以下的学生都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一个优惠，同行好友呢1位也可以同时享有免费入园的一个优惠。振兴3倍券7月7日开始注文，一个人有3000块通开。 这个大饼，南投的观光业者拢收真抢，希望讲会使吸引消费者上门，冲关人气，创造商机。